台北市政府进行征收旧潭美国小要做社福园区，即马除了非营利幼稚园以外，搁再开放金发服务创新活力中心，内面要设7间的互动教室，要让时代来遮做教育。现在用椅子的，好像要坐，又回来。 教练指导老大人安怎保健运动，这是台北市社会局最近开放的金发服务新创活力中心，内底一间教室。现在是不运动，就是在走退步嘛。教练也不错啊，他就提供一些尝试给我。你可能会觉得肌肉有点酸酸的，但不应该感觉关节痛。有健身房、有社区厨房、手作教室等等，60岁以上的长者通伫遮交流学物件。这个间距可以吗？ 可以。市府利用内湖旧潭美国小的场地，自107年开始整备，除了1楼的非营利幼儿园，甲3楼的经发中心，其他营地空间冇规划。未来还会有托婴中心和老人的日照中心，所以在这个园区里就是一个老幼共融社区的不同年龄层的这个族群共同生活、共同接受服务的概念。社会局表示，东区社福园区的经发服务创新活力中心是市内头一个试办的所在，结合较多元的课程，让身体佮勇健的时代有所在行动。未来会佮看成效，继续推动持有营运空间的转型。记者陈雅文调台北报道。